喂，你睇下我個仔幾得意，佢今年啱啱讀幼稚園㗎咋，仲識好多英文生字添㗎。我老婆煮嘢好好食，煲湯又叻，娶到佢真係好啊！家人係我工作嘅動力。喂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啊喂，心情好靚喎。係啊，個仔考試100分啊嘛。喂，你咪掛住傾先得㗎，啲木板綁緊先得㗎嘛。如果唔係跣嚟跣去，好危險㗎。我日日咁綁都未過出事啊，多。喂，今晚約咗班手足一齊啤啤佢喎，預埋你㗎咯喎。好啊，預埋我啊。喂，阿南，你都一齊啊，預埋你啊。吓？咩啊？語聽唔到喎，語咩啊？咁梗係準備落石屎啦，你估準備搭飛機咩？哇！你哋作死啊！我喺度執緊面，你又落石屎，你睇下上面仲吊緊木板。喂，呢幾個工序分開嚟做好啲喎。怕咩啊？有幾好會出事喎。真係出事，除咗自己，仲會影響到屋企人。吊運安全真係有好多嘢要注意㗎。要制定安全工作系統，進行風險評估，妥善計劃，特別要注意物料嘅特點、吊運方法同埋吊運嘅途徑。要揾受過訓練同經驗豐富嘅人負責統籌同監督成個吊運工作。埋馬要由合資格嘅工人負責。一定要綁實物料，用合適嘅吊斗裝住。吊運路徑要有適當安排，避免吊運物喺工友頭上面停留或經過。安排吊運時要遠離障礙物同唔會撞到其他物件。一定要有安全工作系統，確保每個工友都跟足程序嚟做。指出有關工作嘅危害，提供安全資料、指示同埋訓練添。喂，小心啊！就係咁，陣間餐飯就唔使預我咯。